添加红水丁和 IGB 也用到中联有问题油。另外，台中高分院特销中联总经理2000万交保裁定，检方也扣押这4间公司的不动产。清安3点控限制年龄袂当超过50，限制厝价也排付上这1000万的扩大，年收入袂当超过200万。世界杯4强赛，阿根廷对战英格兰，最后是规个平盘2-1改变局势，甲英格兰拍败。所以阿根廷要和西班牙来拼冠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联有问题油检出苯偏比受影响的下游业者已经有1322件了，包含卖这仙都一节红水丁中华三民店，抑个IGB等业者。若卫福部是搁再公布中联有2批4月生产的原油验出超标，而且牵涉到暗砍事情，上悬会当罚300万。另外，这中联油脂的总经理伊林昌和台中高分院特销2000万交保裁定，检方也已经扣押这中联、福寿、福保和泰山等4间公司名下的不动产了。中联油脂验出低含铂苯偏比超标，看起来下边业者愈来愈多，包含台南旧市下港总店、了凡小立棒球湾霸店、红水丁中华三民店、甲日式连锁餐厅陆家乐的真济间分店拢总户，受影响业者为106间增加到1322间。卫福部16日也搁公告，搁发现中联2个批货原油苯偏比也超过标准。食药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于7月15日下午确认，中联公司于4月1日生产油品批号314-115-0401，未通报列入4月至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并办理通报。中联油脂搁标出涉嫌暗含问题油，小组发现业者提供的油箱检体，甲下边油品检验结果无同，各2批4月制造油验出超标，依法罚上悬300万。涉嫌违反食安法的中联油脂总经理伊林昌原本2000万交保，暗过检方控告成功，台中高分院今日撤销交保的裁定。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台中地检署表示，针对中联、福寿、福保甲泰山等4间公司，检方已经就目前掌握的涉嫌卖油的流向、甲犯罪所得范围，向反映成效业者的卡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核准。本署将持续会同食安主管机关查明问题油品流向及不法所得，并视各公司涉案情节及财产保全必要，依法追加扣押相关财产。问题油将严重加工食品厂IGB通知通路回收玉笋，素是沙地酱等2项指定配副产品。专家便利商店也公告，退钱商品佫增加鸡翅肉、鸡禽鲜甲、桂冠沙拉等3项退钱商品。消费者应提货品前伫9月13进行办理退钱。另外，中联油脂今日第一摆发声明，生产沙拉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对造成社会影响毁失的，强调伫原因调查清楚。改善计划通过主管机关审查进程，会一直停工未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有查出讲有13间的国小和幼稚园有去用到中联有问题油，目前是拢落架咯。教育局也讲呢，开学进程业者就要提供搭配检验的证明，若准是合格，才会当使用。高雄市教育局甲卫生局查完出问题油去倒位，也查到高雄市家己食品使用外观市通路经营甲卖中联出问题油。高雄市计共有13间国小甲幼稚园捌用过出问题油来煮学生的食食。教育局要求相关的学校甲营养午餐的业者全面停止使用，预防性落架回收。业者要提出搭配检验合格证明了后，才会当用油。互出问题有影响的前金国小决定后学期要搁找民营的业者提供营养午餐。学童的午餐就由三民国小的厨房来供应，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未来我们在公办公营的这个情况底下，这个用餐的品质上面、把关上面会更加的来严谨。
针对出问题由留入去学园，教育局继续监督学校，抑阁有提供食食的业者落实实在爱对源头。各校也甲后续处理的结果用群组公布，互家长甲学生知影出问题油甲产品拢已经落架，还是预防性的落架，未阁使用。不过家长有缘真烦恼。他们也只是说他们不会再用他们的油品，然后下架，然后之后会控管啊。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保障吧。希望学校在筛选方面要多注意一下，对，因为学生刚在成长嘛，吼，就是吸收什么也比较，家长也是蛮担心的啦。记者综合报道。帮助民众买厝的青安3.0安生8月7日来施行。除了依期一般申請者是1000萬的擴大以外呢，也有一寡年齡的限制，親像袂當超過50歲，也有厝價限制、排付條款等等。而且呢，你的年所得呢袂當超過200萬，初步估計呢有16萬人會當受到幫助。新青安貸款政策伫要伫即個月底屆滿，行政議會16通過青安3.0方案，新增加3道限制，包括要求新貸人愛未滿50歲，貸款年紀加貸款年限愛伫80年以下，借款人的年所得總額袂使超過200萬。另外，房屋總價是照縣市分3級設限制，台北市3500萬，新北市甲新竹縣市2500萬，其他縣市是2000萬。維持現貸一生一次。自助切結的規定，貸款之前要徵審，包括公股銀行依青安貸款原則要審慎的核貸，以及貸後要加強管理。新貸戶要徵提自助切結書哈，那貸款額度最高1000萬元，貸款成數最高8成，寬限期最長5年，貸款年限最長40年。婚約家庭加錢的部分，新婚2年來家庭貸款額度上懸1200萬，有未成年子女上懸1500萬。所有青安貸戶攏有滿3年利息補貼，滿3年後每年補貼減少半倍，補貼期滿恢復原貸款利率。財政部處長吳清華表示，新方案年齡國家核貸年限是80年，主要是考慮風險管控加行政的能力，整體加強管控。3.0这个开始实施之前呢，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会来核贷，也不知道。用目前的这个现有的资料来推估的话，大概可以用的人数大概157000人左右到16万之间。但是外界关心年收入200万的排付限制是以什么条件设定的？吴清华说明，主要是根据主计总处113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来推算。当年消费支出每一家户每年都是88.87万，有欠27.6万。按照理性法律来看，买厝的负担不应该超过所得的1/3，经过合理估算了后所得到的总数，袂使超过200万。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要推动这青安3.0房贷新制度，不过学者就质疑讲，根本无法度排除好业人，一寡补助呢，互一寡有才调买厝的人来使用，颠倒会互厝价来正悬。财政部表示讲，青安3.0有些限制，而且目前房市的量有缩小，继续也稳定，内政部也会加强管控。物价很高，然后薪水跟不上物价跑哎。如果你想要去缴个贷款的话，你会很吃力，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人去炒地皮啊，所以房价一定就会跟着涨。而且房子讲坦白，我觉得不会跌啦，只会往上涨，所以越早买越好。不管是要你看或者是多买厝的人，拢相信即马买厝真无简单。为继续协助青年买厝，财政部青安3.0 8月就要开始，新设亲像2.0同款，互检察院认为欠周全，佮正做投机者套利，加清管厝价咧。市场专家研判应该被引起抢买条。加上呢，银行呢，它在这个审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都去做了非常多的防堵，以及但现在仍然是限贷令持续还没有解封之前呢，现在的买气并不会像之前这样子的疯狂。财政部认为，未阁小起，因为目前观察房市出现量缩加分，为所在回答阁强调内政部会管控。即马买半3年的2.0甲3.0比起来，对象拢爱是无自有主体，贷款成数拢是上悬8成，阁维持宽限5年上限。即摆3.0虽然第一年会甲贷款年限做限制，阁增加年所得免超过200万的条件，毋过是毋是真正用排付，也真受质疑。国立大学的郑教授，他做到年工薪全满，他都不会有200。我们政府只管利息补贴，
哦，那如果说银行呢吃了呆账的时候呢，银行要自己负责，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新青安贷款会贷给呢本来就买得起房的人。对，我们本来想象中是这个这些年轻人可能差一点点我们要把它扶上去，所以叫新青安嘛，这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不公平。他有一个富爸爸提供担保等等这些那行库他自己会有他的授信的一个原则，那是2件事。那我们这边讲的是说贷款的一个门槛。学者认为，青安政策对于主体补贴应该是公益政策用国外做例，让负面靠对象或者是政策目的，比如锁定军经销户数等。即马虽然是包含婚育家庭，不过烦恼会安尼变相加做用纳税钱补贴有钱人。青安政策是毋是用伫高厝价内底落实去自证期，要等市场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15向宣布，把咱的驻外代表处收起来，停止运作。外交部认为讲，拢无事先和咱协商，表达抗议，也强调无要接受对方政府各方面的决定，也让驻巴纽代表处会依期运作。有关巴纽外长吴玉景宣布，将关闭我驻巴纽代表处一事，该项决定并未事先与我协商，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抗议。我方不接受巴纽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我驻巴纽代表处也将持续维持正常运作，并依相关规范维护我国权益及提供国人必要服务。外交部表示，会继续透过管道和巴纽政府交涉依互咱的权益，而且也在今仔日召开应变会议，会同相关部会，全面检视台湾和巴纽的合作贸易往来，建议若准有必要会采取相关的措施，也和理念相斡的国家来联络，争取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若讲到要办理性别变更登记呢，照内政部的函释，就要提出2张精神科医生鉴定的诊断书，而且也要甲本地性别的性器官提掉。不过国内呢有12位下性别者经过行政诉讼了后，法院裁定会当免做手术，就会当做这性别变更的登记啊。最近又一个成功免做手术，就会当该登记做是男性。败诉的中和户政事务所就表示，受到判决书了后，建议敢要上诉。我的性别我决定。这一摆出面来发声，争取免手术来换证，这一下性别者因为无完成性别登记手术，申请性别的变更是拢袂当。然后户政机关拒绝，诉愿嘛方驳回，一直到提起行政诉讼，才陆续出现转机。会面统计，国内已经有12件胜诉确定的个案，即摆搁一摆有下性别人士伊的官司赢。当事人要动手术，不要动手术，他要怎么决定他的身体？理论上是他决定好，他在做，而不是被迫。他为了要符合国家的这个要求，然后拿到了一张符合他的身份证明，他才被迫去动手术。这个个案爱对113年开始讲起，一个姓曾的下性别者向中和的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的性别对查某改作查甫的，就算提出2张精神科医师评估鉴定的诊断证明，同款方拒绝受理，理由就是伊无完成性器官提掉的手术。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讲，变更登记的审查重点应该是申请人敢是以自我认同的性别，对平常时的装扮、人际交往等等，在生活内面持续对外展现，以后嘛无啥会改变，这和性器官敢有遗毒无关系，无应该互当作拒绝换证的理由。我们尚未就是收到那个资本的这个判决，当等收到之后我们会做一个研议，然后再来决定说后续要怎么处理。下性别者要变更性别，照内政部的函释，2张精神科鉴定诊断证明和性别登记手术的证明拢爱有，但目前至少有13件案件持续伫诉愿和行政诉讼，争取免手术换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初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民进党立委提出变更议程，认为生审查无牵涉代理印表条文，代理印表议题另外处理。表决胜出了后，决定生审查社会共识较悬的部分，互独身的女性已经结婚的女同志侦判会当人工生殖来生囝。啊，那草案第13条以后，连工再过来审。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已经差真久，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伫16做初审，民进党立委主张草案爱包括代理孕母的部分，但是民进党立委希望脱钩，双方极力交锋。因为大家的疑虑
所以我们做了好几道这个防线，透过这个医疗刚性的一个筛选跟绝对自主权。各位担心的部分，其实在后面的法条都会看到，我们仔细的把它写出来。代理孕母涉及的是使用别人的身体，跟我们今天在审查这个人工生殖法的核心是2件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情。民进党立委提出变更议程，主张代理孕母的议题另外办案处理，因为国民党的立委都无出席7-2表决通过，无互去年底行政院通过的版本，互独身女性已经结婚的女同志判例，有希望会当使用人工生殖。生育的女性被迫她必须要去承担，就是其他无法生育女性她的那个生育压力，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就想要强硬的将这套制度在台湾推动，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担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她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跟伤害。妇女团体是表达对脱钩的支持，认为讲会当避免修法延前损害女性的权益。妇产科医师认为，代理有新的过程涉及关度医疗化和风险，修法应该处理好细节，而且得到社会共识。因为他一直卡住这个法律，所以就变成说，很多人其实在等待这个法律的松绑，就会被他没办法执行。当然，代理孕母的这一块还是可以继续进行，因为卫福部还有国健署，他们其实在这部分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嘛。因为16草案敢若审到第13条，后壁的部分会选拔的日期搁审，还未完成初审。记者综合报道。提供下来观众朋友一个上届新的消息，就是金门搁再出现有非洲猪这病毒的死猪仔咯。这海巡署划船队14伫咧金门的金湖店新头海沙埔发现一只呢，大约是70公斤重的死猪仔，检验之后确定是非洲猪这病毒阳性，正做今年的头一例。为了要防止这已经拖开金门关的防疫所，去查封这10公里内计共25间的猪条，确认讲这猪仔拢是健康正常的。农业部本地就公告禁止讲金门活猪送来到台湾本岛或者是其他的离岛。今仔日搁再甲金门地区的猪肉和加工品列管制，暂定实施到7月2日，要连续1礼拜无新增加疫情，这状况才会解除。继续来看另外一站意外，这中华福兴有一间家具工厂的仓库昨暗发生火灾，仓库内面插座家具和火是烧甲正猛，消防局是出动23台水灵车，也有无人机救灾机器人去斗拍火，用10点钟的时间才把这火拍花，有2位医工轻伤送病院治疗。消防人员有水线赶紧的拍火，用空翕去看3层楼高的工厂已经规间烧起来。中华福兴乡一间家具行的仓库，礼拜3暗时着火，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23台消防车、3台救护车、2台救灾机器人加1台无人机，拢总54位消防员参与抢救。那现场是一个家具仓库，所以有很大的一个火灾量。那火灾于16号的凌晨1时41分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时39分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参谋处理。着火的家具行仓库是大铁档，加上内底拢是插座的家具，火随着烧甲真猛。有2位工厂员工咧斗拍火的时阵，无细离口，火粉砸着，送病院治疗。环保局嘛针对风尾福兴乡鹿港镇加河滨镇发布空气污染警报。现场是为那个南西风啊，所以说它对于所在位置的福兴，然后鹿港跟和美等下风处会有造成影响。我们有在那个我们本局的网站跟脸书来提醒民众，特别是那个呼吸敏感族群啊，就是可以避免外出，然后紧闭门窗，佩戴口罩。消防局指出，家具仓库火烧的面积大约是900平方公尺，初步检判导火所在是2楼，但是详细损失状况加导火原因，火调人员也搁咧调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赶紧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讲到这林保署继续伫咧监测花莲万里溪崩山潭内面的水量，目前水位离坝体敢若剩1米尔，水滴出来时间，才有可能是伫咧17下晡2点。红色警戒发布时间是爱提早12点钟来发布。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日早起决定，深更要甲民众撤离是真无方便，所以决定今下晡3点就提早发布红色警戒。警报、海啸的警报也要正式在3点钟开始发布，村里的广播要同时启动。下晡3点，红色警戒就发布，万影响红林镇的海洋警报马上响起，村长马上公布各地民众爱开始强制撤离。红林镇万影响长也拢去警戒区巡视。你刚刚没有听到那个海啸警报吗？哦，每天都在报，我们已经听习惯了。
可是现在红色警戒了呢，必须马上撤离哎。马上撤离了。违规无特例的民众表示，海中警报声音伤过细，甚至唔知迄声音代表什么意思。警报器地点设的地点是不是伤过远？甲公路大细车问题拢出现。长条这样发放出去的时候，我们那边就听不太清楚。不清楚功能性那也要考量我们自身本身的一个财务状况之后，然后再来向我们县政府提出申请。安利溪房山河什么时阵会开始热闹？根据林保署上新的资讯，目前调水量是496万立方公尺，已经占总河容量的97.16%。离热闹境界水位干了0.86公尺，按算上紧的17开始热闹。它的那个会溢流的前12小时时间不变，但是如果计算到1087.5的话它就会延后2个小时到7月19号的1时。林保署强调，热闹了构成霸体有3种情形：第一就是调班了稳定热闹霸体依然存在；第二就是霸体局部冲侵无完全破坏；第三就是霸体大幅度放大回到自然弧度。道路方面，西部大桥、剑兴大桥、中兴大桥暗时8点开始有风性风球；大高线万里溪大桥维持南北向管制；大铁路桥若拄到水位升悬，火车都爱管制伫车站。记者综合报道。逐摆呢，这边风台来到为往回这小琉球的船帮就会停驶。这屏东的小琉球对外交通拢是靠船，机场已经有90年无使用了。交通部目前也正在推动无人机偏向配送服务计划。屏东呢是利用这小琉球机场来做测试，若阵水路袂通的时阵，佫会当用这无人机来送物资。操作人员控制无人机慢慢起飞，无人机的下面用鸭仔底物资，一路对盐埔仔渔港飞到小琉球，规个过程大约10外分。降落了后，工作人员顺利摕到物资，这是屏东县府配合中央的偏向配送服务，测试无人机运送计划。居民表示，一定是比用船仔载紧足济，不过烦恼无人机嘛是会受到天气限制。以前是直升机啦，所以现在当然是那个有无人机是最好的而且又安全。琉球会需要到断吹，大概都要3到4天啦。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风浪，所以应该基本上没什么风了，就只有浪大而已，所以这个是合适的。因为屏东的离岛小琉球，居民和游客拢是坐船来去，不过若拄到天气无好，也是做风台，海上歹停驶，岛上物资就会受影响。商业发展研究院、屏东科技大学等单位希望提升使用无人机物资配送、过海运补，加速累积实际经验，也测试飞的安全甲运送的条件。强化离岛邮件与生活物资快速配送能力，缩短物流时间的差距，并协助建立无人机物流在屏东的常态营运模式。县府表示，目前有2条路线咧做试验，外界上关注速度的部分，只要风无介头，上紧10几分，就会当对新园到小琉球降落。望未来无人机除了商业的运送之外，发生灾害时，嘛会当投入救援的服务。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靠天食饭的农民上惊当到这风台，讲到即届这8位风台呢，南投农业处统计，菜瓜苦价的财损大约有2成到2成5，日日去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不过，就种这时价果的农民就伫遐怨讲，时价果也有3成到4成水上，所以拢无补助到。农业处也讲，当咧向农业部争取。瓜仔村变短短啊，卖价销都拢卖真好啊。8位风台过了，雨水真多，地蔬菜瓜落叶甲紧烂去，叶仔嘛黄去。南投县鱼池乡的头社村长表示，菜瓜园区量居约有50-60公顷，毋过产量剩无到1/3，农民嘛怨讲价钱嘛互反压压甲真低。前年你看的都开始都生无即摆吼，已经无菜瓜卖大件，价钱都足歹。以前1公斤100几块啦，再剩30-40块啦。南投的农产品陆陆续续传出灾情，一玻璃顶的大批顶，有农民咧讲，风台甲真侪苦瓜花吹倒，后续恐惊有月外日无收成。另外种时价果的农民是指出，有3-4成以上着水伤，毋过偏偏是风台的农损，政府有补助苦瓜和菜瓜。时价果就无。总共有3班花，即摆从吹掉1班，1个月空白期。即届采收完，就是爱等1个月差不多。这几乎无法度啊，就是粒啊，伊再来等于4涨。4成以上，计就是
几乎拢安尼，毋是干那即区尔，还佫有别区嘛拢安尼。南投县农业处表示，全县的菜瓜、苦瓜栽损大基约有2成到2成5。农业部有公告，甲南投县的菜瓜、苦瓜列入天然的现金灾害补助，损失若超过2成，农民到27种前，拢会当去乡镇市公所来申请。啊，是价格的部分，南投农业处讲，搁咧争取。菜瓜啦吼，受损大概有80公顷啦吼，啊苦瓜大概有40公顷，嘛通过的情形啦吼，咱的菜瓜每公顷会补助迄单8万，啊苦瓜啦会使14万。埔里种时价果的农民和埔里镇代表表示，即届防灾时价果原来受损严重，希望政府会当斗3工，把损失降到上低。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来看这台积电第2季法说会，伫日今仔举行咯。董事长魏德嘉宣布，为了应付美国客户的需求，会甲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增加到美金9000亿的投资，总投资金额增加到2650亿美金。另外，第2季的合并营收超过台票1.2兆，这毛利率是达到7成，成绩真好。那市场认为讲，台积电正做台股内面的大条，就算早盘有落，不过盘中有回升，最后是收。45624点。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嘉带队伫第2季法说会带来大消息，要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追加1000亿美金投资，一定兴建4座2奈米级先进制程晶圆厂、先进封装厂，对美国投资总额增加到2650亿美金。另外嘛，规划伫台湾兴建13座先进制程加先进封装厂，持续增加投资台湾。So if you asking about the AI's CAGR, not a number, but it'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stronger. 台积电第2季法说会佫交出真赞的成绩单，合并营收差不多台票1兆2703亿8千万，每一股盈余达到台票27.25块，毛利率是67.7%。不过，这阵啊，根据金融机构最新的报告 ，Intel 关键的18A 制程良率明显提升到85%。Intel 的一台 Nova Lex S 处理器，为完成6成至7成，拢由台积电2奈米代工会大到简单。You need to really utilize it using the test chip and then something and work together and then prepare the capacity and ramp it up. It's not that today you think this milk is better, you go to the next store, it's a 7-Eleven. You don't like it, you go to another store. No. 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正面展望，16股价开价走悬，收伫2470块，是台股支持的主力。本来早盘开价走价，盘中捌大落超过600点，失守45000点的大关。不过，伫台积电股价走强，落价幅度渐渐收敛，中场收伫45624点。那阿股是出现紧张情绪，韩国综合国际指数落6.37%，收价6820点，日经指数大落1915点，双双抬价。AI 带动的这个高经济成长的，它的这个成长动能可能是接近一个顶峰。下半年的话，尤其是第4季度以后，全球经济成长的这个速度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回落。下半年全球的通膨还是会处于一个温和的高位。展望下半年 AI 产业发展，成长银行是提醒，市场也面临真侪项无确定因素，包括投资报酬率也有待验证，资本支出持续扩大，也有电力、土地加供应链这实体限制。但是台湾经济表现，成长是维持2026年 GDP 成长率9.4%的预测无改变，有希望排亚洲的冠军。记者采访报道。常常听人讲，食人一口就要行人一道，这就是治温保本。来看这回答的执行长呢，黄仁勋15日日本和游戏厂商世嘉举行合作30周年的庆祝会。这个活动呢，黄仁勋主要是来纪回答30年前的温情人立交赵一龙，因为当初呢，设计者50颗温情人的援助，才会当避免回答破产。也因为有对方的支持，或者回答成做精品设计大厂了后，有关继续和世嘉合作。看到事件大温人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马上启动小揽爱沙子。黄仁勋15参加甲日本游戏企业世嘉合作30周年庆祝会，这场活动伫过去的世嘉秋叶原电玩游乐场举行。前社长林高昭一郎甲游戏设计师林茂珠也亲身到现场，大家见面拢真欢喜。If not for
what Sega did for NVIDIA and what Irimajiri-san did for NVIDIA, NVIDIA would not be here today. To imagine that in 1995, NVIDIA was nearly out of business, that we had chosen exactly the wrong technology, and that we will be here today, the lar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龙英芬想起1995年迄时阵，辉达甲世界合作要开发个人电脑，尤其应用的3D 绘图晶片。毋过伫开发1年了后，未能推出 Win95 作业系统。有真侪3D 公司已经准备好支援相关作业平台。辉达则发现导致真侪研发费用的设计结构完全错误，无法度完成甲世界合约。迄时阵，伊亲身就问协商，建议世界找找其他合作厂商设计晶片，佮歹势拜托迄时阵的副社长人高赵喜龙付差不多500万美金所谓费用。若无辉达会破产，人高赵喜龙知影状况了后，同意伸出援手，有这个资金，辉达才用存下来进一步研发 Riva 128显示晶片。Your friendship, your support, and your belief in us means a lot to me. Japan will always be very dear to me, and Sega will always be very dear to me. 除了世界高层甲黄英芬以外，东京秋叶原现场也有70个幸运抽到参加游戏的对象，共同进行活动。外围的记录，两边是出现真侪人，拿手机记录黄英芬的一举一动。活动结束了后，一家人搁去包场的餐厅食暗顿。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伫咱台湾呢，这传统的农业欠工真严重。台南市农业局引进移工，目前台南的农林渔牧移工已经有超过1200人了。另外，市政府也成立农业技术团，伫咧保产修成即寡上届无用的时间，会去斗3工。那科技方面呢，也伫咧推动智慧化和自动化。天气真热，超过50岁农民伫农家田边仔咧割草，农村的人口一直老化。愈我近农家产贵的时，是真欠工。有的老农民敢来当家己做，做到无法度去做，或者是靠义工来协助。讲实在的，现在台湾工人不好请，所以都要外劳啊。因为那些阿伯啊、阿上他们都退休了，因为不做的也不做了啊。对啊，他们没有体力了。做啊，系啊，拢较尾来做，无拢家己办。恁拢家己办，有啊，但是会请一个倒班啊。除了农家，7月当时台南白河连季采收的大季，不过采收也需要工人，了后爱客人来比卡、起毛、甲芯吐出来，等真复杂的过程。真侪门口口被连季的农民拢有会啊，除了欠工，面对工钱愈来愈悬，真侪农民嘛是付不起。很辛苦啊，没有人要帮我们采啊。我们自己如果有空这些去采，隔一天就黑掉了。你看黑掉很多，不好找呢，因为他们是1个小时300啊，我们无法来啊。不来就对了。对啊，对。农业的劳动力一直咧老化，目前台南市逢请去做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的合法移工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人，最近5年成长超过6倍。那今年台南也立入去外展移工跨区调派7万的计划，扩大办理的区域。今年台南也纳入外展移工的跨区调配的一个计划哈。并和高雄、台中、屏东等农会进行人力的调度。那本局也将持续配合中央推动农业外籍移工政策，透过农业人力团、农业技术团的机制，加强农满期间人力的媒介。台南市农业局表示，透过人力的调派，和外地移工会当有一个阿索比来支援台南农业欠工的需求，也继续大力杀青年农民农业智慧化、自动化补助，来减少人力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的诈骗集团真正是甲天照大念公家机关也敢去骗。有诈骗集团叫做是台东卫生局的局长，甲过去讲呢，有人要关钱卫生局钱汇唔对去，爱甲这钱汇倒登记。加在过去有去找这局长本人确认，才无放怪去。另外，台东的历史纠正呢，也有这诈骗集团无名诈姓，要去骗民众个资。
台南县警察局统计，今年6月专管防诈骗的金额比去年同期减少900多万，不过总金额约是有2000多万。基检警诈骗是上济，警方阁发现诈骗集团即马阁会骗公家机关。最近就发生有人假捐钱予卫生局，讲金额汇唔到去，阁冒用局长的名，要求职员加入一个假工作群组，加钱汇转去指定的口座。加在职员警觉，勇敢向局长求证，予诈骗失败。要求我们在群组里面提供那个目前有的那个机关账号余额是多少，然后因为那个群组里面同时有机关长官跟外部的人员，然后我们想说这个讯息其实不适合透露给外面的人员知道。甲公家机关诈骗有关系案件，台东最近也有一桩，因为台东县办一个气球节活动，有卖大家含200个缩小版的造型一气球，真受欢迎。多人假造会当网络代买，需要提供个资，有不少网友警觉发现，这可能是骗个资的手段。以卖货变的方式，然后请我们来送这项商品，然后叫我们要填一些个资，这样，所以就有点警觉啊，就赶快就是取消这个交易。所有相关的热气球相关的商品，目前只有在鹿野高台我们的专卖店有贩售。台东县警局强调，诈骗的手法是一直有变化，想要预防，就是卖饲网络来源不明的链接，而且爱加查证，较免互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诈骗的手段一直在变化，对敲电话到即马运用 AI 做假影片、假网站，即马着这网站假做是农会或者是农民伫咧卖农产品，甲民众骗钱，民众汇款了后，这个诈骗集团人就消失啦。啊，那云林县政府即马是利用 AI 来抓 AI 诈骗，甲有问题网站落去。民众点开一夜市的广告，有人盗空用云林农民的相片，佮假做地方农会名义贩卖农产品，真够造成民众误解去互骗去。对此，农会佮特别伫卖种业澄清，希望民众莫安尼去互骗去。对啊，有拢会骗讲倒来。讲农会其实有违反啥，毋是农会。希望能够以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来防治诈骗。诈骗的手路是无所不至，对传统的电话简讯，到即马结合 AI 伪造的影片，搁再用卖种业、社群广告，甲假到名人的图片，也是地方农会名义贩卖各种农特产，诱拐民众去点击落订单来受骗。对此，云林县政府结合Google Look，以 AI 侦测来打击 AI 诈骗。这个首长或是农会或是农产品有这样关键的，我们在整个接触之前就做了一个防堵了哈，所以呢就可以把诈骗降到最低。社群媒体上面，我们就利用像挖全面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们会24小时乘7去做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侦测。警方表示 ，AI 防诈系统只要侦测到高风险的内容，就会当启动 AI 风险分级，警方核查、平台通报甲快速落架的机制。对6月正式上线，2月以来已经侦测到413条高风险的广告，来自154个卖种业，经过提报申诉，无甲24点钟全数成功落架。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世界各国拢投入减碳研究。高雄科技大学加台湾海洋大学针对着台湾4颗链等海草去做研究，发现讲海草除了有固碳功能以外，还会当增加这海水甜度，提升伊吸收利用化碳能力。这项研究的成果呢，也刊在了国际期刊顶头。研究人员请装备冲落去海底，对海草产球要摕来做固碳研究。高雄科技大学甲台湾海洋大学合作，针对台湾附近的海草层去采球研究，发现海草层除了固碳的功能以外，还会当提升海水的甜度，增加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高科大老师陈建志讲，因为大家拢是研究海草本身，知影伊会当吸收二氧化碳，这个新发现，嘛提供大家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海水里面碱度越多的话，它就能够形成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碳汇的效应，就是说能够吸收海水能够吸收更多大气来的二氧化碳，那使得这些从大气中二氧化碳能够被
锁在海水里面，那等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在在2050年净零排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解方。活跃海草吸收二氧化碳，海草死去加做有机碳，甲海水的化合物产生作用，佫会生成碳酸钙等等的物件，造福海洋生物。高科大表示，这个研究是来自台湾海洋大学老师周文新10年前的想法，应用5年的时间去研究证实，现在也方刊起的国际刊物，期待后续有资源继续来支持扩大实验研究。都还有嘛，这个机会跟海洋大学合作发表这个期刊这个方法，提供一个方法这样。那为了让这个方法能够更延续下去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了。那看看就是说台湾周遭这些海域的话，各个地区的海草床，那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效应存在？为了达成200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世界各国拢投入减碳研究，其中以海洋为主的拿碳，因为效率上好，也和海草层加做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国内水试所对2014年开始伫澎湖海域复育海草，甲达已经成功复育超过5000平方公尺。记者柯家族区超用高雄场报道。导演林福地1968年拍的电影《琉球之恋》是迄当时正难得的彩色台语电影。导演也讲呢，当年是用台语去拍，不过因为国际政策，若准备出国放送，一定要有华语版。尾啊，台语版也已经找无啊。当时台语台找配音员重新做台语配音版本，恢复电影本地模样。今年是台语片70周年，也是台语台7周年，有特别举办台语台接力影展免费放送。今仔日是琉球之恋拍头阵。咱离开这，回去台湾，创造美满的生活。小以下的2个人因为顶一代的冤仇袂当斗阵，想要相带走。这是1968年林福地导演拍的台语片《琉球之恋》，男主角为陪老爸安排爱着冤仇人的查某囝。导演讲，这出电影当年是用台语翕的，不过受到国际政策影响，要去外国放送一定爱华语版。尾啊，台语版嘛放弃，即马敢若找到华语版。市中心去美国去个摕落转来。迄阵啊是原来嘛是已经录国语的啦，已经录做国语，因为上美国一定都要录做国语。啊，毋若说这嘴，就讲迄阵咱导演福地啊导演伊手法，啊，我拄仔讲，咱即个电影师林占庭，即电影师，伊即个拍控制，迄个光线安怎掠，吼，迄种足水。为了要恢复电影原本的模样，国家影视厅中心甲台语台合作，甲琉球之恋重新配台语音，咧16办首映会。公影中心认为用台语重新修复，嘛是保存台语电影的历史。安那负责翻译的台语顾问表示，上下斗的是要知影原本的台语台词是咧讲啥，我观察演员的嘴型来思考安怎重新配音。我是要尊重华语歌，还是看台语歌？毋过咱无台语歌啊，我就是爱生出台语歌，所以这个时阵是上大的困难。啊，毋过我就是看伊的意思，一定甲咱顶打去啊。我就是去看影片内底演员的喙型。台语台7周年办台语台接力影展，由琉球之恋拍头阵，接续落去，有台剧《梅花鹿》、乱乱风电16出台语作品。自7月开始，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拢总40场免费放送，希望互观众重新认捌台语电影的发展甲传承。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咱定定听人讲，鼓励家己爱做家己的主人。不过你要生要死，敢是会当家己来决定的咧。来看到法国，讲到这法国的国民议会15呢通过一个法案，那准讲啊去抵着这绝症的成年人表达意愿，经过评估就会当来甲伊安乐死。这个法案在法国也是有真侪争议，佫需要经过宪法的审查，才会当正式来实行。Le scrutin est clos. Votant 561, exprimé 532, majorité 267, pour 291, contre 24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法国国民议会15表决通过协助死亡法案，规定符合资格的患者必须是有严重而且医袂好的疾病的法国成年人，病情已经威胁到因的性命，是末期的阶段。也毋过各党的看法也是有真大的争差。Parfois, dans le regard des gens que nous avons aimés, est une manière d'alléger,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le souhaitent,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vont mourir, ces derniers instants. Cette loi est permissive et expéditive. Sans nul doute, elle va générer des déchirements sociaux, familiaux, affectifs et psychologiques pour ceux qui restent ici encore un peu.
另外，法案也规定，患者必须是无法度忍受，也是医未好势的状态，由伊本人甲医生自由表达意愿，医生会伫15天内咨询过了做出决定。伫2天的考虑期了后，由患者家己食对面的药物，若准无通家己食，就要由医生也是护理师来协助。医生也必须爱伫当天搁再确认患者的意愿。Accompagner le plus possible les personnes et leur éviter la souffrance. Sauf que ce qu'on observe aujourd'hui, c'est qu'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ne répondent plus aux médicaments, qui continuent de souffrir et pour lesquelles nous n'avons pas d'autre solution. 法国总统马克宏登记支持有尊严结束性命的立法，佮确实以2022年第2任竞选的承诺。也毋过，伊坚持毋是安乐死，是协助临终，属于临终关怀的范围。法案通过了后，马克宏表达真安慰。虽然法国真侪份民调显示支持立法的民众占多数，也毋过反对者也强调，若准协助死亡常态化，可能对高龄患者、身心障碍者等等社会弱势族群造成隐形的压力。政府应该全力投入安宁照顾，毋是帮助患者结束性命。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嘉义市昨下晡天边出现两座坑，时间只有短10分钟。有民众讲真好运，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嘉义市的市区伫10号下晡4点半左右，落过一阵小雨了后，天顶出现两座真大座的坑。有民众将遮尔特殊的双坑画面放伫网络，互看到的人拢感觉真罕见。2个彩虹真的是不简单呢，我看过都跟他看过一个尔。今天好不容易有听到人家说看到2个彩虹，我也希望我下一次有这么幸运。嘉义气象站解说，空气当中的水汽经过日头光照被反射了后，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就出现坑。天顶会有2座坑出现，就是因为迄当阵落过雨的空气，佮拄到真猛的日头，反射2个闪星的状况。那如果说阳光足够亮啊，彩虹的亮度就会更明显。那空气中水柱如果足够均匀的话，它会更完整。那运气好一点呢，还可以看到第2层的霾啊，霾是由2次反射、2次折射所产生的。气象站表示，早上2座坑的时阵，日头的角度佫真悬。如果日头的角度较低，坑的形体会真做一个标准的半圆曲啊。有民众是讲2座坑的状况大约10分钟左右，有机会会当看到，实在是真好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